我哋繼續歡迎香港大中華中小企業商會創會會長雲海雄先生移步嚟到台上，為我哋致感謝詞。尊敬嘅商務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尊敬嘅立法會議員何君堯 BBSJP、邵家輝議員 BBSJP、陳恒鑌議員 BBSJP， 還有在座各位嘉賓參賽者，大家好。首先呢，我想熱烈恭喜今天3位議員成功連任，這不僅僅是選民對你哋超卓嘅工作嘅認同，更是你們多年辛勞付出得到美好嘅回報。讓我們用熱烈嘅掌聲感謝你們這些年來對香港嘅貢獻。今天能夠與大家一起出席第9屆香港中小企創新大獎2025嘅頒獎典禮，我感到非常之榮幸。首先，我想代表主辦單位向在座政府官員及各位嘉賓表達最誠意嘅感謝。你們嘅出席不僅係對活動嘅支持，也是對香港中小企發展肯定同埋鼓勵。作為一個民間商會呢，我們深信推動創新嘅同時，還必須承擔責任，堅守良知。創新不僅僅是科技、技術同埋產品嘅突破，更是一種能夠為社會帶來改變與溫暖嘅力量。我特別想感謝今日嘅籌委會主席劉林芳女士，與她能帶領嘅籌委會成員，正係你們不辭嘅勞苦嘅努力，才讓今天嘅典禮得以圓滿嘅舉行。你哋嘅發展了中小企韌性和熱誠，讓我們再一次用掌聲感謝你們嘅努力。今年嘅主題係智慧新時代，共創新未來。呢8個字不僅只是一個口號，而係一個堅定嘅承諾。我們願意與香港中小企業一起成長轉型，攜手共進未來。最後祝各位生意興隆，學生學業進步，各位嘉賓家庭幸福，身體健康。多謝大家，再次多謝雲會長嘅支持。